世界周圍都充滿唔同嘅聲音，周圍都好熱鬧，甚至令我覺得有啲嘈。但係唔知幾時開始，人同人之間已經唔再講嘢啦，世界變得安靜，只係剩低呢啲冷漠嘅聲音。自從世界再冇說話嘅聲音之後，我開始掛住以前嘅生活。我決定要尋找聲音。不如我哋傾偈咯。自從世界冇咗聲音之後，亦都失去色彩啦。對唔住啊，你冇受傷啊？我冇事啊。咦，你咪隔離班個希彤，我哋一齊玩啊！好啊。溝通有好多方法，但係我覺得用聲音語言係最直接、真實同溫暖㗎。那你不喜歡香港？再對字變成一個正方形。每人每一日都數，每人好了解佢嘅每一隻樣，佢每一。我而家好鍾意呢個世界啊！